老谋子，死！公主，议和的进程怎么样了？前几日议和会议上，据说小侯爷与吐蕃使者大打出手。大打出手？这两国呀，为争土地，动辄就死伤千万。要是只有这两人打起来，我反而觉得他们两个倒是和气了很多。但吐蕃使者并未就此事大做文章，令人颇觉意外。的确是有点蹊跷。公主，还有一事，奴婢不知该如何开口。但说无妨。据坊间传言，大唐与吐蕃议和，吐蕃提出与公主和亲。那王小侯爷是什么反应啊？王小侯爷因此才与吐蕃使者大打出手，圣上不日将降罪小侯爷。公主，奴婢无能，无法为公主分忧。下去。诺。子豪兄好运气啊！揍了吐蕃使者，哎，那使者却守口如瓶。嘿嘿嘿，来，咱们为了子豪兄能逃过这一劫，干了！来干！哎呀，只是那蛮子为什么要替咱们压这事儿啊？是啊，子豪兄，小弟也一直想不明白。按理说，这拉旺小儿只要在圣上面前稍微添油加醋这么说上一番，那咱们三人这大罪可逃不了啊。成兄，崔兄，今天就先喝到这儿吧。别，我还差点呢。老四，吴姑娘送客。别，我这还没喝够呢。行了，成兄，走吧。我这走了。这酒喝着好好的，我还没喝够呢。真是的，陈小公爷，你还看不出门道吗？啥门道？他们要立功了，不带我们玩了。滚！说的狗屁话！那你说为何突然只有我俩离去？我虽然不懂，可王兄这么做肯定有他道理。你要不懂啊，就乖乖照办就是了。他的废话，走了。王兄啊，我那桌上那半瓶酒，你给我存。哎，存那是叫什么？酒卡。给我存在酒卡里啊！我下次过来接着喝。你们俩还有千寻，你们先回避一下吧，我们有点话说。诺。独孤兄，四爷兄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子豪兄有话但说无妨，只要是兄弟能做到的，定当竭尽所能，万死不辞。在下恳请两位退出议和，从此不再过问此事。子豪兄，这是为何呀？别问为什么，是兄弟就照做。正因为我们是兄弟，所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共同进退嘛，是不是？四爷兄，既然子豪兄这么说了，我们就回去吧。不是，话我没说完。又来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子豪兄一个人喝闷酒，不觉得无趣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想了一下，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参与的。独孤兄，你放心，议和一事，
我一个人去，绝对不会让县川落入吐蕃手中。我指的不是这件事情，是别的事儿。还有什么事？刺杀拉旺毛赞的事。确有此事？千真万确，奴婢亲耳听的。好，命武家2人速速准备，我们要瓮中捉鳖。娘娘，奴婢还有一事要说。说吧。娘娘，我国王修并无任何忤逆娘娘之意，不知为何。王修心机极重，不到关键时刻绝不暴露自己。但是，就算王修并无忤逆本宫的意思，但他与兰陵公主关系密切，难保日后不会成为本宫的绊脚石。现在既然有此机遇，趁早除掉，以绝后患。但若娘娘将之招服，岂不更好？本宫也是爱才之人，只可惜有些人要是才太大了，本宫宁可不用，也不能让别人用。娘娘，千寻，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？奴婢不敢。记住你该干什么就行了，别的不用你操心。下去吧。是，奴婢告退。臣567，臣534，拜见娘娘，拜见娘娘。进来吧。陛下，兰陵公主求见。我猜皇妹也是该来了，快传。传兰陵公主。臣妹参见皇兄。皇妹免礼。皇妹近身子可好？臣妹虽然偶遇风寒，但还算安康。倒是陛下，顺其自然吧。太皇晚年求长生，遍寻仙丹灵药。朕却知道，这虽然众臣口口声声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但这生老病死啊，乃天道循环。朕虽95之尊，也逃不过这个定数。臣妹深知陛下励精图治，但仍望陛下不要过于耽于国事。想当年朕还是晋王的时候，皇妹年幼，每每见到朕，只叫哥哥。朕已经好多年没听到了。如今陛下乃是95之尊，臣妹不敢僭越。现在只有你我2人，没有君臣，只有兄妹。哥哥，皇妹，朕知道你为何而来。那陛下作何决定？大唐与吐蕃，和胜于战，亲胜于敌。朕要为百姓考虑啊。臣妹虽为女身，但也是宗族后裔，能为黎民百姓谋福，实在是妹幸甚至。皇妹，臣妹此间担忧，皇兄会为情所困难下决定。如今看来，是臣妹多虑了。我大唐能有如此明君，实在是百姓之福啊！皇妹，科尔睡了，没什么事儿。一会儿还有要事，趁这会儿有空过来看看你。我也想看看你夫君。怎么了？看了那么久，还看不够？看不够，就怕以后看得少了，看不到了。
说什么呢？只要你不嫌弃，就能看一辈子，一直看到咱们俩白发苍苍，满脸皱纹。夫君这面庞，在我眼里永远都不会老。这么大堂的女人，也学会抢男人的话说。要是甜言蜜语都被你们抢了去，那我以后还拿什么逗你开心？夫君，夫君，和吐蕃议和的事情谈得怎么样了？吐蕃使者近日身体不适，让他休养几天，再续和谈。那他们有没有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？没有，还不就是要钱要地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为夫猜，保你们娘家的地1平方米都不少。你怎么没问我平方米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今天啊，就想听夫君你说说话，夫君话里的意思，自然就想得少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。该不会是听到外面什么闲言碎语吧？什么闲言碎语啊？就是老百姓茶余饭后闲聊的那些。哎，算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。总之，你就好好休养吧。过了今晚，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。夫君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去吧。来人，公主有何吩咐？去准备夜行衣。公主，别问了，去。是。等等，还有短剑。诺。